原来伫咧香港上有特色、上出名的鸭红顶空棒，最近是因为安全的问题甲技术的断层，5档着拆超过160地，大大减少。香港伫二战了后，经济真紧起飞。伫1960年代，香港工业发展，真侪大企业夜总会甚至餐厅顶，拢用五彩顶看板来宣传因的品牌。盛宴亚北的五彩顶也豆豆成做香港上灿烂、上有代表性的标的之一。五彩顶看板数量伫1980年到1990年代达到上济。Neon is not only signboards; it could be art and craft, and then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Hong Kong identity. I mean, visual identity as well. 不过，中国政府接管香港，法令顶悬也用中国模式。香港的武术最近修订建筑物条例，真侪点头的看板因为大小位置顶安全记录，遭到大量拆掉或者是重新维修。刚刚过去5年，都差不多1.6万个看板被拆掉，未少历史老店的看板，拢伫一波一波的拆除工程当中花去。文化上是非常重要，就是其实很多旅客之前有可能是我家人的年代的时候，也是其中香港你想来看的东西就是这个文化，就觉得这个很特别一个方面，所以现在少了，有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特别了。为保留这种独特老香港的美，一寡香港的非营利组织发起活动，希望用抢救者有时代意义的提供符合文化。年轻回流都伫当中扮演重要角色。2023年8月份，特别举办五彩看板展，希望用重新唤起世代记忆。还有一个重要组织，就是由2个建筑师共同创立的家招。2018年创立的家招，就是要亲自探索香港看板的故事，改造建筑条例，最后让看板加景加做都市文化遗产。Special thing is of course about the shape. It's very unique, different from many of the more regular geometries. The tea leaves itself stand out, and that's one of the characters, the main design identity that they have been using to create a very unique image for their shops. 根据统计，香港至少约有1800个五彩看板需要拆掉。投资保护五彩看板的民间团体强调，五彩看板唔那是看板，也有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香港的独特的所在，绝对袂用互因伫个时代演进内底消失甲无影无迹。公司新闻警员请朋友。